哦，你看，今天礼拜六呢，不是那个正式祭祖大典的日子呢，这是前一天呢。哦，也是停很多车呢，是很多人来祭拜祖先呢。啊，有佛山观音殿，那灵宝塔在后面，左边那是观音殿，还有玉皇宝殿。楼上的是玉皇上帝宝殿啊，楼下的是观音宝殿啊，观音殿。右边呢，你看大道场，宝光建德单位的。哦，宝光建德单位在那个高雄神威天台山也有大道场。你看玉皇殿、观音殿，有没有看到华母圣殿？六鞠躬了。我们人民上帝的三鞠躬，那里。也有参加祖师啊，诸天神圣啊，南海谷哦。世尊师母靠点传师靠引法师靠天人大道一理。哦，你看停这么多车。11点多了啊，赶快拜祖先了。中午阳气旺，赶快拜祖先。从这边进去了。看看那个树葡萄。是葡萄，哦，很贵哈。这龙柏还是什么？这是龙柏吗？哦，这餐厅大楼也很大，很大个哈。你看这边大佛堂这边是开班，然后你看这边厨房餐厅哦，还有那个你看绍兴住的大楼，你看哈，从一楼上去，然后还要走这边上去。原来他们回去的时候不是走这一条路了，是走另外那一条路了。走那一条路要绕的比较远一点，走这边哦比较高，比较快，走这边比较近了。哦，会骨咯。哦，都给钱选弄你呀，都给钱选弄你要到旁边。哦，这里也很多。
哦，你看。哦，因为很多人，你看看祭拜祖先完了要回去了，很多人了呢，车子都停了很多了。哦，走这条路上去了。哦，你看那早上爬山运动都，哦，有很好的环境呢哈，柳营佛山，宝光建德的道场。啊，反正都3点钟靠条铁车时间嘛。对，人车要过啊。哦，接驳车。送回来嘞，不送回来嘞。送不在。哦，接送车。好像看到有车在接上。哦，有车在接送，你看，今天是礼拜六而已呢，提早一天呢，明天才是正式的祭拜祖先的日子呢。今天就有很多人了。哦，今天的人车也都已经很多了。哦，这种什么果树啊？右边那个好像什么藤类，怎么有豆角的嘞？这什么植物啊？哦，藤类。哦，你看它还开这种漂亮的花，他们是爆竹花嘛？哦，你看这里还有接驳车。哦，你看，明天才是正式祭祖大典的日子啊！今天礼拜六，但是也是很多人来拜祖先的。看到的车也都很多了。